到我生命的改变。每时每刻，你与我同行，我知道你永远在我身边。祝我相信 ，With you I'm free， 无人能阻挡我，你释放我I'm free， 有你在我左右，因你同在I'm free。亲爱的兄姐平安，欢迎大家回到我们属灵的大家庭永光教会，一起来朝见神。还有2分钟，礼拜就要开始了，请教义厅的人往前坐。提醒大家，请把手机关机，或是改成飞行模式，或是转成震动。礼拜堂内请勿饮食，谢谢大家的配合。From the ashes we rise to beautiful life. Everything is made new. We lift up our eyes, our hands lifted high. Your majesty is our view. We are letting go of all the things that we went through. Now we are holding on to you, 'cause you will always lead us through. Jesus, we will take your hand, for you will lead us to the promised land. Flying up high with you, over it all, we gonna soar with you. 1, 2, hey, hey, hey. He's calling you home. His arms are open wide. There's freedom for all in the name of the Lord. His love will lift you high. Jesus, we will take your hand, for you will lead us to the promised land. Flying up high with you, over it all, we're gonna soar with you. You give me beauty for ashes, and my sorrow turns into praise. You bring me out of the darkness, and you fill me with joy today. I am a new creation, oh my past has been washed away. You lead me through every season, you're the light that will never fade. Come on, let's roll, we lift your praise in this place tonight. You're the one, you're the one. 弟兄姐妹，大家平安，平安，大家新年快乐！新年快乐，你告诉旁边人，跟他说新年快乐。新年快乐！再跟他说，很开心能在新年第一个主日跟你一起敬拜。很开心能在新年第一个主日和你一起敬拜。
邀请大家从座位上起立。好，我们先安静在神的面前，我们预备心，将我们的最好的精神呢、最好的体力，还有我们的喜乐的情绪，都交托给神。我们要来敬拜他。我们邀请圣灵来到我们当中，我们举起我们的手。是的，圣灵今天要造访我们，阿们。阿门。圣灵今天要带下改变的能力，阿们。阿门。圣灵今天要给我们一个新的开始，阿们。阿门。我们一起来说：圣灵，我欢迎你；圣灵，我欢迎你；圣灵，我邀请你；圣灵，我邀请你；圣灵，我欢迎你进到我的内心；圣灵，我欢迎你进到我的内心；圣灵啊，我渴慕你；圣灵，我渴慕你。我们有20到30秒的时间，我们自己来邀请圣灵进入到我们心中，邀请圣灵充满我们这整个会堂。好，这时候我们一起用使徒信经来告白我们的信仰，请。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因圣灵感孕，由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被钉十字架，受死，埋葬，降在阴间。第3天从死人中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圣而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的复活，我信永生。阿们，阿们。我们告诉旁边弟兄姐妹，跟他说，新的一年我相信新的一年是得胜的一年。来，我相信新的一年是得胜的一年。阿们。星星看见流奶与蜜之地，星星跟随云主我主带领，甩开不幸之宣告你
在新的一年，新的事将要成就，阿们吗？阿们。你是做新事的神，我要向你唱新歌，恩典怜悯，每天都是新的，新旧新的来，每天要赐下。你是做新事的神。上帝已经赐给我们的新的意向和新的方向，因此我们要宣告，在新的一年，我们要更紧抓住神，阿们吗？阿们。我们每天要更多的喜乐，阿们吗？阿们。是，当我们开口敬拜的时候，神的灵就充满在我们当中。有敬拜的声音发出。从最高的山到海洋深处，神的儿女要唱一首新歌，我们神要做新事，旧的事都已经过去，在基督里一切都要更新。新的眼界，新的意象，新的故事，新的方向，全力都要渴望，
倒下来，神国度的荣耀彰显，全地都要渴望呼喊荣耀的主，我愿你来，神灵引领，看见新的意象，你要做新的事，在我们中间。有敬拜的声音发出，从最高的山到海洋深处，神的儿女要唱一首新歌，我们神要做新事，一起来宣告。旧的事都已经过去，在基督里一切都要更新，新的眼界，新的意象，新的故事，新的方向，全地都要渴望呼喊荣耀的主，我愿你来，眼要敞开，恩膏倾倒下来，神国度的荣耀彰显，全地都要渴望呼喊荣耀的主，我愿你来，神灵引领，看见新的意象，你要做新的事，在我们中间。高举手来敬拜他，全地都要渴望呼喊荣耀的主，我愿你欢迎你来，要敞开，恩膏倾倒下来，神国度的荣耀彰显，全地都要渴望呼喊荣耀的主，我愿你来，神灵引领，看见新的意象，你要做新的事，在我们中间。弟兄姐妹，我们已经进入到新的一年，请问在你的里面有没有透过你的心灵心眼去看到新的意象要在你的生命里面来发生？阿门。阿们。还是你预备就是含含糊糊这样走过这一年？如果神他已经为你预备好，把那个今年2025的礼物，神已经为你预备好了，你要不要来支取这个礼物？阿门。阿们。阿门，哈利路亚。不管你是学生，你是父母亲，你是儿女，你在你的工作职场，你在教会的服侍，神都为你预备一个大礼物。那是在你今年年底，你可以数算。神他在去年的时候，神就告诉我们说，永光教会2025要经历神迹。阿门。阿门。阿们。我尚且不晓得神迹是什么，但是我愿意进入到这个命定里边。既然永光教会有神迹，小组有没有神迹？阿阿们。门。神迹从小组开始，哈利路亚。因此我们要来祷告，我们唯有把一切未来我们所未知的下一步，神他知道，因此神早就为你预备铺陈好了，然后我们要成为一个顺服的人，走进他的命定当中。神让我们在今年我们的读经升级，对不对？神要在这件事情上面
为我们的将来做一个非常重要跟关键性的预备。因此，我们每一个人一定要进入到读经的列车。我们现在读马可，然后呢，把神的话语吃进去。我们在过去的 RPG， 我们的导读，我们已经建立了一个非常棒的一个信仰与神连结的一个平台跟根基。神喜悦我们，因此在2025，我们要宣告2025，神要给我们一个意向，2025全家归主，阿们吗？你全家已经都归主了，你的阿伯阿姆通通归主的，请举手。没有，阿伯阿姆的家可能也没有归主，每一个牧师的家也没有全部的人归主，这是我们迫切要求的。所以2025全家归主，我们一起来说2025全家归主。我们要把这成为意象在我们当中，哈利路亚。我们这个时候我们要来代求，我们来为我们这2025年我们全家归主，然后来为我们的小组，我们为我们的铁三角来祷告，好吗？好，我们现在 RPG 我们一个人找一个人为我们的全家归主，我们要来带入祷告，带着信心来宣告，凡宣告的神的话语绝不突然返回，哈利路亚。两个人来祷告，哈利路亚，先赞美，然后代求全家归主，为你的小组归主来祷告，哈利路亚。主啊，你的圣灵运行在我们每一个祷告守望的人身上。主啊，当我们的口里发出话语的时候，主，你的话就成为我们的实际。主啊，这话语要在今年要成为我们永光教会每一个家庭祝福的恩典的出口，就是我们2025我们要全家归主。主啊，你要祝福我们每一个家庭。主啊，我们还有不认识耶稣的，主啊，你的灵进入到他们当中。主，你说我们叩门的就必开门。主耶稣，你的灵真是大大的唤醒我们，让我们看到接下来的这一年，我们的家人，主啊，他们的信主要更快、更迫切。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谢谢主，哈利路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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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主，谢谢主，哈利路亚。全地都要渴望呼喊荣耀的主，若愿你来，便要敞开，让
我们至今不至灭亡，乃因着你百般的恩惠，因着你的怜悯。主啊，我们为我们的家族来祷告，因为主，当你呼召亚伯拉罕的时候，主，你从他一人，然后到一家，到一个家族，到一个国。主啊，是的，你呼召我们永光教会现在站立在你面前的每一位弟兄，主，他们就如同亚伯拉罕一样，你呼召他们出离他们过去所信仰的那个传统的宗教神明。如今主啊，我们要宣告，我们就是那亚伯拉罕。主啊，因为你要祝福我们，从我们开始，以至于我们的家、我们的家族都要归耶和华上帝。主啊，是的，在我们的家庭当中，我们的家族当中，有我们的祖父母，有我们的爸爸妈妈、公公婆婆、岳父岳母，还有我们的叔侄，还有我们的姐姐、我们的阿姨、伯父、伯母。主啊，在这么大的家族里面，你赏赐给我们，那是何等大的恩典跟人气。但是主啊，我们要的不是只有人气，我们要的乃是耶和华所赐给我们的那生命永恒的气息。主啊，你要祝福，让我们在2025，我们每一天都纪念我们的家族的人。主啊，我们深信在这一年，神迹就要在我们的家族当中来发生。主啊，你说从一族到一国。主啊，是的，我们台湾也要成为全台湾都归主耶稣的。主啊，是的，2025台湾要归主耶稣。主耶稣，是的，当我们向你呼求的时候，你已经为我们开门，你为我们铺平这道路了。主啊，你使用永光教会的弟兄姐妹，我们愿意被拣选，我们愿意奉差遣，我们愿意分赐。谢谢主，因为你的恩典是如此的大而多。因为主，我们要呼喊你就来。谢谢主，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我们一起来，全地都要渴望。是的，举起我们的双手，我们说主啊，荣耀你，我们要全家归主，台湾要归主耶稣。也要敞开，让高进到下来，神国度的荣耀彰显，全地都要渴望，呼喊荣耀的主，我愿你来，生命引领，看见新的意象，你要做新的事，在我们中间。生命引领，看见新的意象，你要做新的事，在我们中间。哈利路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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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利路亚。弟兄姐妹们，你看看我们在我们的主堂的四周围，哪里还有空位？哪里还有空位？你必须要对这个空位来宣告。到年底的时候，坐得满满的，阿们吗？阿门。年底的时候要满满的，并且你会看到你的家人就坐在这当中，你的家人就坐在这当中，阿们。阿门。你一定要好好的爱你的家人，就是爱他的灵魂的永恒。当然，你现在要跟他的关系好一点，然后呢，你要跟他建立一个很美好的教会弟兄姐妹的关系，然后把他带领到小组。我们现在的小组，每一个小组都非常的成熟健康，小组长铁三角都非常的卓越。所以，如果你的家人可以进到你的小组，我跟你说，你的家庭被祝福是千代到万代，阿们。这是神所说的，不是潘牧师说的，是神所说的，阿们。所以我们2025宣告，全家要归主。2025全家要归主，一起说。2025全家要归主。
再来，2025台湾归耶稣，一起来。2025台湾归耶稣。阿门，阿门。我们把掌声献给神。哈利路亚！再大声一点，是主，你是全能全知的。哈利路亚，哈利路亚，阿门。每一天导读，每一天 RPG， 这个成为我们的目标。我们今年年底，我们一起来数算，我们一起来看这个神迹的发生。阿门，阿门。大家请坐。此时，请齐声来攻读上帝的话语。上帝的话语记载在新约彼得前书2章9到10节，请。不过你们是被拣选的一族，是君尊的祭司，是神圣的国度，是属上帝的子民，要使你们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你们从前不是子民，现在却成了上帝的子民；从前未曾蒙怜悯，现在却蒙了怜悯。愿神的话内住在我们的心里，成为我们随时的帮助。此时，请潘牧师来分享。在这个时间呢，我们要邀请一位在领袖班毕业的学员，他要来见证。这是神量给永光教会一个非常宝贵的产业，就是培育学校。阿们。你如果有进入培育学校的，你都会亲自感受到他的改变，还有他爱主、他传福音的热情。这个时候呢，我们要邀请在这一届毕业的年轻的青少年青少年牧区，在今年有好几个他们都加入。我们本来是规定的。是在他要大学以后才能够来参加培育学校，但是现在的孩子都早熟，所以呢，他们高中就可以来上课，然后呢，慢慢的听，他们慢慢的理解。好，那我们呢介绍这年轻，我们的雨桐要来为我们做见证，哈利路亚。家人们平安，我是青少年牧区的雨桐。感谢主，让我在2025年的第一个主日，就能以永光领袖培育学校毕业生的身份来见证分享。以往总是在台下看着学长姐们说培育学校的课程有多美好，如今我也完成了这个装备。这段建造灵命的旅程，成为真正的领袖了，阿们。培育学校一共有3个营会、3个班级，每个阶段的课程都是全新的体验，扎扎实实的帮助我的灵命成长茁壮。在这1年半的灵性装备，我学习到，只要有把上帝的事情摆在第一位的决心，生活中再大的挑战都能胜过。因为我的信心是源自于神，既然我信靠他，那我就要做1等1的基督徒，活出美好的生命。课程中提到，基督徒的全方位轮子生活，是要在读经、祷告、敬拜、见证和小组与服事里面，都要以基督的轮子为中心，并且靠着圣灵过顺服的生活。透过牧师一步一步的带领，让我看见原来信仰的生活是可以非常贴近我的生活的。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每周要写灵修笔记，透过领受意象，让我可以明白神的爱。潘牧师曾经跟我说过，1张图画胜过千言万语。在灵修的过程中，我可以领受到上帝跟我说，他在乎我的心，并且要我真实的对焦于他。培育学校的装备让我遇见天父的爱，发现了自己的荣美，鼓励大家一起进入超赞的培育学校。我想邀请大家把担忧放进祷告中，凭着信心和行动勇敢的报名，一起拿属于天国的学分。这是我的分享，谢谢大家。
哇，真是感谢主，让我们透过年轻的他们从学习里面去经历到这位神这是非常奇妙的一件事情。这个过程是每个基督徒都应该要有的。如果你还没有的话，那你应该把握时间，把握机会，让我们一起在信仰的路程当中相遇，并且遇见那爱我们的上帝。阿们。你问隔壁，你毕业了没？来，隔壁说毕业的，你举手一下来。OK， 好，放下。隔壁没有回答你，或者说还没毕业的，你举手一下。OK， 好，感谢主表示说我们还有一些弟兄姐妹需要把时间腾出来，因为你把时间腾给上帝，上帝就把时间腾给你，好不好？那你是比较亏还是比较福？比较祝福，对不对？这是理所当然的感谢主好，那请我们举起我们的右手来，我们一起要来宣告。来，圣经是我生命的保障，人生的灯塔，能力的源头。我宣告，我信心百倍，喜乐满意，我有属天价值，活出美好。阿们。OK， 谢谢帅哥。不是要带我们到英国再走一小段了因为我们到德国以后有到荷兰，然后有到英国去。那去英国特别我们感谢主，让我们不止跟小鱼有见面的机会，在联络当中我们有来我们教会1年的一对的年轻夫妇，后来他们因为工作需要的关系，他们搬到英国去了所以我们就有机会跟他们联络。原来他们是住在英国的牛津那我们从小鱼住的地方搭火车去到那里，好像2个多小时2个多小时去到那里发现哇，又是一个很美的都市很古老的都市这就是成龙跟音乐夫妇音乐他说要叫他音乐对成龙跟音乐夫妇他们本来从香港搬来到这里，想定居在台湾因为成龙他是会计师，但是会计师在台湾找不到工作为什么？因为他拿的是英国体系的，所以在台湾就不承认他的他的 license 那没关系，他后来他们就到英国去，因为他的会计师是英国制的台湾是美国制的所以他就去到那里。那我们就去跟他见面因为他本来就在2020年2019年来到我们这里，大概有1年的时间所以也跟我们的小组有很好的连结他们也很怀念在台湾。他说在台湾如果不是因为有永光教会有小组的关怀，他们早就不晓得怎么办但是感谢主，让我们的兄姐，我们的小组的同工因着关心，让他们觉得在基督里的温暖所以我们去到那里就再次跟他们印证说，我们常常惦念着你，因为我们只要到副堂的那个冰箱那里要打开之前，就看到你的冰箱放在教会里面他们把他们要搬走的要搬离台湾的时候，把冰箱给我们的教会这是感谢主。那成龙他在牛津大学在那里，我们去的时候他是用 part time 的时间，不是全职的，在牛津大学里面做会计的工作。但是他跟神求，也跟我们说为他们祷告因为他已经要考成为正职的所以他说如果他可以考上的话面试通过，他就可以在牛津大学的医学院里面当会计的专业人员那我们回来大概
2个礼拜以后，他就回复我们，他已经考上了，阿门。感谢主哈！真的是神的恩典在凡敬畏他的人的身上。那我问他说，到底牛津大学有多大呢？他说，整个牛津郡都是牛津大学就对了啦。所以不管你走到哪里，就是牛津大学哈。因为牛津大学是英文体系的大学的发源地啊，意思就是说大学是从这里开始的哈。所以我们去到它。这里是哪一个学系的？那里是哪一个学系的？我们也搞不太清楚哈，但是他非常的清楚。然后呢，他带我们去到一个哈利波特的拍摄的地点哈，所以我们也很好奇哈。哈利波特原来是在这里拍摄的哈，但我们没有进去，因为那个进去还要很多的时间，还要门票哈。所以我们就在外面逛一逛啊，感觉整个真的是很美丽的一个城市哈。感谢主哈，让我们可以去到那里跟我们的弟兄姐妹有1天的时间彼此来分享彼此来建造。我们也看见在他们的生命当中，他们是真的是孤单的一对年轻人哈，但是他们依靠神，他们知道有主可以依靠他们到哪里就找教会，但是他跟我们教会的连结是持续不断的哈，这是一件非常棒的一件事情哈。OK， 好，然后呢，后来我牧师昨天有问他说，那不可以把你的相片跟你的家也给弟兄姐妹认识一下？他说好，没问题哦。所以我们感谢主哦，我们就可以来到他的家这是他的家哈他们在那里买了一个很漂亮的家，前面这里就是他们的庭院哈，然后这是他的车库。真的哈，然后他们还有后花园哦，就从客厅往外面看就是他们的后花园。他现在还种植的一些，因为冬天嘛哈，他们盼望以后能够种植更漂亮的这些的花朵哈，很棒的哈。我们去到那里，这是他们的厨房厨房，然后这是他们的餐厅咱们的客厅。那牧师去当然是带着一个祝福，所以这份感动就是我们去到哪里只要从永光出去的，我们期待他们不管在哪里都要建立家庭小组，要导读，要 RPG 哈。所以我们在用1个多小时的时间跟他们分享，带领夫妻，让他们知道怎么样 RPG， 怎么样导读哈，怎么样家庭小组。所以他们从我们回来到现在，每一个礼拜都会回报他们家庭小组几个人，2个人，对不对哈？目前都是2个人嘛哈，对。然后他们的导读1个礼拜几次几个人次 RPG 几个人次哈，参与在我们当中，跟我们在空中连结所以我们纪念他们也纪念永光教会，彼此的祝福。那我就跟他们问说，哇，你们买这么漂亮的房子如果在台湾的话要上亿呢，对不对？我们就很好奇不晓得在英国我们有没有办法买得起没有我就好奇问他说，你买这个房子这样台币是多少钱？听了很多人都想买，1600万，1600万，1600万而已你看，如果在这个房子在台湾真的是不得了但是我们感谢主我们的永光人到哪里我们都跟他连接，好不好既然你们认识他们了都可以继续为他们祷告如果神带领你们有一天去到英国牛津的话，记得那里有我们弟兄姐妹可以跟他们联系把教会的消息带给他们把他们的消息带回给教会彼此的很棒的一个连结。我相信这是神给我们的一个从信仰里面给我们一个属灵的资产，属灵的家族，这是我们每一个人可以学习的OK， 好，感谢主。
那去到牛津大学看完了，对不对 ？OK， 好，回到今天的信息里面牧师透过今天的彼得前书2章9到10节，以及马丁路德论到基督徒君尊的地位这个部分期待在新的一年的开始，我们一起彼此来鼓励哈，跟隔壁说2025新年快乐，福杯满溢来。是的，感谢主哈。那我感谢主，因为今天是新的一年2025的第一个主日，就看见弟兄姐妹回到神的面前来。我们已经选择了最棒的一个抉择，就是把第一个主日奉献给神。阿们，这是很棒的。那我们有这样的一个举动，是因为我们学习我们信心之父亚伯拉罕。你看亚伯拉罕，神祝福他，哇，他的产业，哇，这个富可敌国，可以这样形容他。那他为什么可以这样子？因为神要他去哪里，他就顺服，走东就走东，走西就走西，他没有怨言过，并且很棒的，他凡到哪里有一个新的开始，他做第一件事情是什么？对，就是筑坛来敬拜神。他把神放在他生活生命的中心，这是非常重要。所以今天我们来，我们做了亚伯拉罕最棒的抉择，对不对？你跟隔壁说，你做了亚伯拉罕最棒的抉择，来。阿们。所以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看重属灵的事，因为属灵的事，属灵的全能权柄是可以控管属世一切的哦。好，所以我们主日敬拜、小组聚会、读经 RPG、导读、手抄经文，这个我们都持续要彼此的鼓励，好不好？好，小组长、铁三角我们彼此鼓励哦，也帮助我们的组员都跟得上。现在今天应该抄写读到哪里？马可福音第几章？第5章，对不对？如果你跟着我们教会这样的步骤走的话，你会觉得哇，其实蛮简单的，对不对？好，一天一章的话不困难哦。我们有多一点的时间默想一下哦。牧师有把这一章牧师感动的重要的要节，让我们一起来抄，我们一起来导读，那都是神祝福的。好，所以在在四福音里面，牧师一定是选择耶稣所说的话，对不对？如果你的圣经有红字版的，那你就会看见耶稣说的话都会是红字，对不对？那很棒。我们把耶稣所说的话牢记在我们的心里，这是非常重要的哈。所以感谢主，我们永光人拥有这么丰盛的属灵产业，你要觉得很骄傲，因为这是神量给我们，可以说是神量身定做为永光人的。阿们。所以感谢主，让我们可以一起来哈。所以套一句我们小组的话，我们一起来说来：顺服就是蒙福，在永光最幸福。这是哪一个小组的？好，可以，太棒了哈！对，太棒了，让我们一起来领受哈。OK， 从今天这段经文，牧师第一个跟我们一起来谈，在耶稣基督里，我们有君尊的一个地位，这个地位是在耶稣基督里可以得着的。好，所以我们看今天我们所读的经文是出自于彼得前书。彼得是耶稣的门徒之一，也可以说他就是门徒中的班长。这个班长做的真的很有起色，对不对？他是发言人呐，他是启发人，任何的一件事情，我们都看见他都带着门徒来应对来做哈。然后呢，当圣灵降临以后，他领受了更大的能力，从原来的渔夫成为牧师，而且在众人面前来传道。圣经告诉我们，他大有能力，对不对？他一间的讲道有几个人受洗
3000人，哇，真的3000，我没有办法想象哈，所以照历史来算，耶路撒冷的教会是10万人以上的教会他当耶路撒冷教会的主任牧师，然后34年差不多到届龄了，但是他的心还是渴慕传福音，所以他就离开了耶路撒冷，去周游四方，开始继续传扬福音所以有传说他也把福音带到罗马去，就是当时候的世界中心。在公元64年10月13日，在尼禄皇帝逼迫教会的当中，他被抓，然后呢要把他钉在十字架上。他说：“我不配。”为什么我不配呢？因为我的主就是被钉十字架的。如果我要被钉十字架的话，拜托你们把我的十字架钉上去以后，把我倒挂倒钉十字架。他是用这样谦卑的心，连死的方式也不愿意跟主同等他愿意更卑下来，这是很棒的。所以他跟保罗都一样，都是在罗马来殉道的这是我们可以看见。然后他死以后，十字架死以后呢，人家就把他的尸体带到梵蒂冈，就是他被钉十字架大概150公尺的左右的地方，有一个小山坡，就把他埋葬在那里。很特别，是经过300年后，君士坦丁大帝就在彼得埋葬的梵蒂冈建立起圣彼得大教堂。然后那是大概是主后的360几年，对不对？然后再经过1300年左右，哇，更大的圣彼得教堂周边的盖得更大。所以现在圣彼得大教堂是天主教或者是基督教会最大的一个礼拜堂当然当地的这个梵蒂冈也成为全世界最小的国家梵蒂冈国这是我们可以在现在可以看到。牧师我们去的时候发现，哇，真的是神怎么样高举那卑微的，让他的仆人彼得能够成为世界的祝福那我们就来看彼得撰写彼得前书，他的为什么要写这一封信呢？是因为彼得知道那散居在土耳其，就是现在土耳其的许多的教会面临的一个极大的艰难，就是他们的生活非常的艰巨，生活条件不好，并且他们很多都是外邦人来皈依成为基督徒的，受到许许多多犹太人的歧视或者是逼迫因为这些犹太人来到教会告诉他们，你们都没有受割礼，你们哪有这个身份可以成为神的祝福、神的子民，你们不配但是彼得知道这不是合神心意的，而且他们这些敌对基督教的犹太人就去就去告诉罗马的政府说，这个教会他们都是有叛变的可能性，所以他们就受到极大的逼迫但是我们看见彼得非常清楚，在苦难中怎么样带出信仰的盼望，所以彼得也被称为是盼望的使徒。我们说盼望的使徒，来，盼望的使徒，对，这是彼得给我们后人一个最好的榜样。也许你现在还落在一个苦楚当中，但是我们看彼得前书会帮助你更了解，对我们的信仰所带出的是盼望的信仰，是永远是有盼望的。因为我们的能力不足，但是我们所依靠的神是大有能力的神。阿们。所以求神给我们能够明白，当彼得这样来
劝勉这些在苦难当中的信徒们要坚定，要持守这份信仰，忍耐到底，必然可以得救。然后呢，他就说，唯有你们，他讲到的是我们成为基督徒我们该有的地位跟身份。他说，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这是让我们可以知道说，成为基督徒的我们，虽然我们还是生活在这世上，但是我们跟别人不太一样的，那是因为我们在灵里，我们知道我们的身体虽然是属于地的，但是我们有更高一层的属灵，第四空间以上的，我们是那个职分是可以控管，可以帮助我们掌管我们这第三空间以下生活的需要跟面对的各种的挑战跟困境，他非常清楚告诉我们。所以求神让我们知道，从西门彼得，我们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榜样，对不对？所以牧师说，西门彼得真是好榜样，你确认吗？阿们。我们一起来说，来，西门彼得真是好榜样。对的，这是我们可以确信的一件事情哈。那彼得所提到的被拣选的族类是告诉我们什么？他告诉我们，不是我们找到神，是神找到我们。阿们。好，我们看很多我们民间宗教的信仰都会四处的怎么样求神拜佛，有没有？我哪一尊比较灵验大家就蜂拥而去。但是你知道吗？在我们的信仰里面，你不可能找到神，唯有神向你启示的时候，你才会经历他的同在。好，这是我们非常清楚的。那君尊的祭司呢，其实有两等的意义，就是我们是跟基督同作王的，这在启示录非常清楚告诉我们，并且我们也是服侍王的一个君尊的祭司。哇，很棒哦，这是很棒的。如果你体会到旧约祭司的制度的话，你就会感觉那是一份何等荣耀的身份。然后呢，圣洁的国度告诉我们的是什么？是说执行上帝旨意的教会。所以教会被分别出来，对不对？被分别为圣出来，这是神差派教会成为上帝国的大使馆，给我们知道我们有这权柄来执行神的旨意哦。然后属神的子民，意思就是说我们是得神保护跟供应的。哇，我们是属神所喜悦。在地面上你是哪一国的？我们或称为中华民国，对不对？你的护照会写台湾2个字，对不对？那你的身份证会告诉你是中华民国的公民。哇，所以你在这里有什么投票权，对不对？你有义务，对不对？男生刚当兵也要当兵，对不对？服役这是理所当然。我们有权利有义务可以享受，因为我们是属这一国的。哇，真的很棒哦。那你知道吗？我后来才发现呢，要在台湾取得一些的什么签证不容易呢。我真的是不容易哦。这是让我们可以好好的来思考的哈。那在这个范畴里面，马丁路德他告诉我们，他说每一个基督徒在万有之上，并不是仿佛我们用物质的能力才就来享有这一切哦，不是哦。或者我们用物质的能力来管理这万有一切，他说不是。如果这个全能的话，是属地上的人，是属地上的掌权者。然而我们之所以可以在万有之上，他说我们所说的是全能的，是属灵的，甚至他在仇敌当中，或者在受压迫当中，都有这大权势呢。哇！所以我们看见马丁路德他非常清楚，让我们了解
我们所享有的这君尊的地位，不是属地的，我们是属神的，属神国度的，这是你我所可以相信的。所以愿神帮助我们所有的基督徒，我们拥有得胜的权柄，而这权柄不是你因为你的财产有多少，你的地位多高，哇，你多有经验，多有能力，多有智慧，你 IQ 多好，不是，都不是，只是因为这个权柄是属灵的，是高过属世的一切，所以我们才可以确信我们有得胜的把握。阿们。你跟隔壁说，我们拥有得胜的权柄来。是的，我们拥有得胜的权柄，这是你我每一天都要宣告的哦。每天早上起来，你第一个想到的是什么？有什么可以让你早上起来的时候，第一个意念会让你微笑的？你有想到吗？还是你第一个意念就是让你的，还是让你，哇，不太一样，对不对？那个意念非常的重要。牧师早上起来，心里一定是赞美，因为新的一天充满阳光，充满喜乐。我会唱出我的喜悦的歌来，对着我的爱人微笑一下，然后跟他 say hello。这是充满喜乐的一天，充满能力的一天。为什么？因为我有得胜的权柄。阿们。这些剑来我都不害怕，因为不是我挡，是我靠着耶稣基督，我可以得胜。所以主耶稣基督都帮我挡了，那要不要？当然是要啊！可以享受在这喜乐当中，得胜里面，这是理所当然的。所以我们看以色列人本来是为奴的，在埃及地430年，因为他们在痛苦当中才回想到他们好像祖先有一位上帝可以帮助他们嘛，他们就哀求，苦苦的哀求神来拯救他们。神有听到了，就差派了摩西，对不对？然后把以色列人从埃及经过10个神迹奇事，让法老王信服这位神是掌权的神，所以以色列百姓就在摩西的带领过程，而且还经过红海，对不对？又是一个大神迹，然后带领他们来到了哪里？来到了叫做西乃山下的西乃的旷野。那他们就扎营在那里住下来，因为神对摩西说：“你要跟我的百姓说，如今你们若实在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我要在万民中做属，你们要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为圣洁的国度。”哇，很棒呢！那你看这段经文是不是跟我们刚才在彼得前书所读的那经文是不是雷同？好像神的应许早就在几千年前就跟以色列人定好了，而这个约就不断的这样传承，来到新约的时候，也就在所谓几乎快2000年前，神就按着彼得在重述这约，而到如今，牧师站在这里，还是在重述这个约，棒不棒？这是给我们非常清楚的。所以这个应许跟圣约承袭到如今，我们依然相信这个约是有功效的，是永远不改变的，是你我凡信耶稣基督的人都可以领受的。这是主耶稣为我们开了这条又新又火的路，让我们今天可以领受的。所以彼得在这里又说要叫你们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哇，这在告诉我们什么？非常的重要。基督徒的生命的过程一定会有出黑暗
入奇妙光明。意思就是说，一定要从黑暗之子或者撒旦之子，要变化成为光明之子、上帝之子，这必要的。阿们。各位弟兄姐妹，你现在是黑暗之子还是光明之子？如果以我们牧师所设计的这个主墙再次来看，这是旷野，对不对？你们应该都知道才对哦。在永光人不知道这个设计的话，你要重修那个培育学校再读一次。这是旷野，来到这里往中心走，十字架在那里，所以定睛于十字架，我们进入到圣洁的生活里面。但是圣洁的生活可以完全吗？没办法，因为这有一只梁，总是让我们有一点缺角，有没有？但是没关系，我们不断往十字架中心而走，这就是基督徒的生活。那牧师要问你，你现在走到哪里了？你还在旷野吗？还是你已经进入了圣洁的生活？如果你已经进入圣洁的生活，我告诉你，你就会像天上的星星一样，每一颗每一颗都印证了神的作为，基督的救赎。这是天上的星星，每一颗，你是哪一颗？你成为见证了美。这就是我们整个教会主墙的设计，不断的提醒我们，只要你坐在这里，眼睛没在看牧师的时候，你就看主墙好了，你就重新来说，我走到哪里了？感谢主，我又进一步了。或者说，主啊，怜悯我，让我回头再往中心走吧。现在弟兄姐妹，成为光明之子，这是我们信仰终极的目标，而且是不断的往这而走，这是理所当然的。所以耶稣告诉我们说，我们一起来读，来，不是你们拣选了我，是我拣选了你们，并且分派你们去结果子，使你们奉我的名，无论向父求什么，他就赐给你们。约翰福音15章16节。对，耶稣清楚告诉我们，是他拣选了我们，所以我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我们这四等身份，让我们明白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我们可以活出上帝儿子的荣耀来。阿们。你跟隔壁说，我活出上帝之子的荣耀来。阿们，这是必要的，这是必要的。所以路德马丁路德在这样的一个信息当中，他有说了这一段话，我觉得对我们来讲是极大的一个祝福。他说，所以连十字架和死亡也不得不服侍我，为我效力，做成我的救赎。这是一个何等荣耀的特权，是真正无所不能的能力。他告诉我们，有一个能力是可以掌管支配十字架的苦难的，是可以胜过死亡的权势的。而这一个能力甚至可以支配运用十字架的苦难跟死亡的权势，为了叫你我经历到基督救赎的大能。阿们。这很棒，对不对？我们最怕的就是十字架的苦难，不是吗？我们最害怕的就是死亡的权势，那阴霾让我们真的活不过来的感觉。然而马丁路德告诉我们，这是一个极大的特权，就是在耶稣基督里面让我们可以领受的。我们原来可以轻看这苦难，我们原来可以胜过这苦难，逾越这一切的难处，能够经历到这一切都是为我效力的。阿们。所以你现在的苦难，你要宣告，
这个苦难是为我效力的。哦，就不一样了，对不对？如果他是服侍你的，你还怕他吗？你就不怕他了，因为你知道神的能力掌管这一切，曾容许他存在，就表示他一定带出益处来。也许在别人来看，那哪里来的益处？但是不，如果你确信神掌管一切，连十字架跟死亡也不得不服侍我，不得不为我效力，为了要做成我成为一个被赎的人。阿们。所以感谢主，让我们能够明白，主耶稣不是应许我们说吗？说在信的人凡事都能啊。保罗也这样见证啊，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阿们。所以这是你我的信心，而且我们要确信他。所以愿神帮助我们。如果你成为基督徒了，你还常陷入在软弱无助啊、困苦不安当中，你还会常常在挫败里面好像爬不起来，那你是被恶者所欺哄的。你忘了你还没有应用到属灵的权柄跟原则，你还没有领受到原来主的恩典是够你用的，你还没有办法经历到原来十字架的苦难只是一个过程，而这个过程很快就会过去，因为我宣告它要成为荣耀的十字架。这是你我从耶稣基督身上可以看见的，而且他给我们做了榜样，我们应该有这个原则，这属灵的原则我们可以来运用的。所以你活在福音的大能了吗？圣经告诉我们，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而你领受了福音，有没有领受到神的大能呢？这你我们要求神帮助我们，我们一起来宣告，来，我活在福音的大能中。阿们。是的，我活在福音的大能中。那恶者离开我，那谎言离开我，那消极的，那对自己咒诅的都离开我，因为我不属他，我是属耶稣基督的，我是光明之子。阿们。我们不断要宣告，不断要宣告，这是你所应该的。所以我们感谢神，当我们有这样宣告，我们一定有这样的一个经历，就是彼得所说的，你们从前算不得子民，现在却成了神的子民，从前未曾蒙连续，现在却蒙了连续。阿们。从前到现在，这是一个过程，从前如何，现在要如何。所以2024是从前的，对不对？2024那一切不属神的，那一切会败坏你的，会污染你的，都离开，都要离开。因为2025我们宣告是神迹的年，神迹的季节，我们就相信必有神迹发生在教会，在你的家身上。阿们。这是我们可以宣告的。所以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知道我们既是属神的子民，这是何等荣耀的一件事情。我们看彭蒙慧老师就是空中英文教室，对不对？哇，我们有同工在这里，好几个，对不对？太好了哈。然后彭老师1951年他24岁的时候来到台湾宣教。你看他来台湾70多年，但是他还是被称为是外国人。到2023年，去年6月21号，我们国家肯定他在台湾的贡献，所以就颁给他什么规划国籍的证书，成为他可以领取到中华民国的身份证。哇，太棒了哈！真的太棒了。原来要在台湾要拿到身份证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好，这是很特别。那他在今年几月？8月
对哈，现在2025了哈，对 ，OK， 去年8月神接他回去了，他说心在哪里，家就在那里，而我的心在这，台湾就是我的家。你的心如果在你的家，那就是你真的家；你的心如果在世界，那世界就你的家。你永远是归属世界而已，但是你的心如果在神的国，那天国就是你家，对不对？这是以此类推，我们也相信这是理所当然的。所以你我拥有台湾的身份证，有没有护照？这是值得荣耀的一件事情。但更荣耀的，当我们看见护照跟身份证那么重要的时候，天国的护照就更重要了，不是吗？所以彭老师在最后的这几年，他传福音的方式就是告诉我们，问我们你有没有天国的护照了没？如果没有的话，如果你怎么回家呢？哇，这是值得我们提醒的一件事情。所以求神帮助我们，我们既属神的子民，神国度的子民，我们就要清楚天国的规矩、权利跟义务，不是吗？对不对？你应该要了解。所以这个样的话，就求神帮助我们。上帝国的规则、责任跟义务在哪里？记在神的话语、圣经里面。所以我开始2年读一遍的圣经了。你呢？你跟隔壁问，好不好？你跟他说，如果你已经开始了，你就说我开始2年读一遍的圣经了，或者是说我要开始2年读一遍的圣经了。你呢？问他看看，牧师要问你哦，看他回答的是什么。好。隔壁个人回答你说他开始的，举手一下。不错，好，放下。隔壁的人闭口不回答的，举手一下。OK， 好，OK， 大家一起努力好不好？好，我们既然是天国的上帝的子民，上帝的儿子，我们当然要读懂上帝的话。如果你不懂上帝的话，那上帝要祝福你，怎么祝福你呢？语言不通的话怎么办？我就很难，不是吗？这是理所当然的。OK， 所以我们已经开始了。今天是1月5号而已，还没有的可以赶紧的跟着上，这是很棒的一件事情。我们教会神给我们很棒的资产，我们一起来读经、导读、RPG 这3个都是每一天可以运用的。OK， 好，这是牧师今年的已经写到礼拜6，对不对？这一章就是到礼拜6，昨天。好，那我们大家一起来一起来成就这一件美事，也成就这一件祝福，在我们的家里面。还有我们教会首推的第1次的圣经营在1月18号，就是我们读马可福音。读完以后的2天，就可以一起请新约博士的董俊南牧师来跟我们分享。哇，他是研究这个部分的跟我们分析，帮助我们怎么样来读圣经，也让我们更理解圣经带给我们的祝福在哪里。我告诉各位，我们的这位老师他在神学院在教我们课的时候就非常的活泼的所以你不会觉得说是不是在很专研要很深色的语言没有的而且他有马可福音的弥赛亚的启示这一本书，他这一次特别说要让我们能够优惠价因为你到外面买不到这个价钱等一下报告给我们来了解这是很棒的一件事情你跟隔壁说，我铁定报名参加。好，有跟隔壁有跟你说这句话的举手一下。OK， 好，感谢主那还不够还不够不敢讲出来，对不对？因为牧师说宣告了就要成就，对不对？好，一起说，我铁定报名参加。
阿们，这是一个祝福的时刻哈。我们教会开始有这样可以钻研的，不止这一次哦，将来牧师还是会开一卷的来钻研让我们在读圣经上更有兴趣的哈。OK， 好，愿神祝福我们。我留着上帝国 DNA 的血液，你呢？你有没有？有没有？有的，我们一起宣告来。我留着上帝国 DNA 的血液，阿们。对，我们有这血脉哦。如果你有留这个血液的话，你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亚伯拉罕的后嗣，你可以领受从神与亚伯拉罕之约里面所有的祝福，包括西乃之约，包括跟大卫之约，我们都同一个命脉可以来领受，真的是太棒了哈！神祝福我们。OK， 好，来，我们一起来来读这一段的经文。来，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彼得前书2章9节，再一次来，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阿们。2章9节，对，好不好？我们来宣告好不好？因为这段经文太重要了。我宣告我是被拣选的族类，我宣告我是君尊的祭司。我们这样来宣告好不好？你按着你的感动哦，你宣告，你就要相信，你就要领受这次等的极大特殊的身份跟恩典。阿们，并且你要宣告你是已经入奇妙光明之子了。阿们。好，我们开始来宣告，预备来。我宣告我是被拣选的族类，我宣告我是君尊的祭司，我宣告我是圣洁的国度，我宣告我是属神的子民，我宣告我已经出黑暗，已经入奇妙光明了。阿们，阿们，阿们。愿神祝福我们，让我们明白我们是属他的。阿们。大家起立，我们一起来唱这首诗歌。我们一起来赞美，来跳舞，赞美他。以信心宣告未来，赞美神就同在，以盼望搭建时代，赞美神就同在，把眼光收拾起来，定焦耶稣的爱，以赞美充满胸怀，绽放生命光彩。只要赞美，再赞美，天堂就为我开。只要相信，再相信，道路就铺起来。哦，赞美，赞美，再赞美，天堂的门就打开。哦，相信，相信，再相信，道路就铺起来。更用喜乐的心来赞美他，在一个新的年开始，带着能力宣告我是属神的百姓。阿们。以信心宣告未来，赞美神就同在，以盼望搭建时代，赞美神就同在，把眼光收拾起来，定焦耶稣的爱，以赞美充满胸怀，绽放生命光彩。只要赞美，再赞美，天
他，因为他配得一切荣耀颂赞归给他，平安喜乐归于属他的人。阿们。哈利路亚！我们一起来祷告。父神，谢谢你，在一个新的年的开始，让我们定睛于你，让我们明白你已经把那尊贵荣耀的地位给我们，因为我们是属天国的子民，是上帝的孩子，是你所拣选、你所爱的，你必保护我们，赐予我们，让我们是丰盛的生命，是光鲜亮丽的，是带出影响力、感染力的。在这世上，因着我们，不管在哪里，就点燃光明，点燃希望之光。感谢你赐给我们所有的弟兄姐妹的家都成为金灯台，在那里建造敬拜的祭坛。每一天透过读经、手抄圣经以及 RPG 导读，都让我们能够与神你连结。我们就看见有从天上而下的管子，输送的许许多多的赐福。那赐福是恩膏，那赐福也带下医治来。谢谢你给我们有这等的领受，我们赞美你，荣耀归给你。谢谢你，2025是神迹的季节，2025是全然归向你的日子。谢谢你听我们祷告，奉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求，阿门。弟兄姐妹请坐。奉献是回应上帝的爱，也是信心的行动。请以感恩的心、敬虔的态度，一起来奉献。今日到主世人左前，开始奉献。谦卑领受生命活泉，生命触摸从心的灵，报答主恩诚心所愿，开心开心全心全意一切所有都属于恩上加恩，力上加力，分别为神归于你。今日到主世人左前，谦卑领受生命活泉，会众请起立。生命触摸从心的灵，报答主恩诚心所愿，甘心全心全意一切所有都属于恩上加恩，力上加力，分别为神归于你。恩上加恩，力上加力，分别为神归于你。会众请坐。事工分享，我们请潘牧师报告。弟兄姐妹，大家平安。
今天的礼拜真是充满了荣耀，也充满了喜悦，阿们吗？是，当我们灵里面充满了喜乐的时候，你知道吗？今天你的疾病就得了医治，这是神所应许给我们的。好我们看到我们的周报一下，是不是新的周报啊？那你看到了什么？你看一下封面好不好？你看一下周报的封面，请问你看到了什么元素？房子。好，看到狗狗在哪里啊？有狗狗吗？哦，有。好呀，有一个小狗。还有呢？还有看到什么？踢球。还有嘞？还有在读经吗？还有呢？还有一对夫妻，那个是老夫妻，是不是白发好，他们在喝咖啡。哇，一开始的时候，牧师带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说2025全家要怎么样？全家归主。台湾要属耶稣哈。那刚刚的牧师呢？仔细看了今天的周报，然后是新的。哎呀，我心里面就说，这个周报也不晓得是什么意思，我就问了米粒设计，米粒有没有在这儿？在小月班。然后米粒呢，他说呢，他画了很多的房子，一层一层，对不对？他说他灵里面的意象就是神给他一个画面，就是我们基督徒永光教弟兄姐妹跟邻里之间有非常频繁的往来。然后呢，他说透过我们借着圣灵的感动，我们带领我们的家人来归主，阿们吗？哈利路亚！神就这样子呼应了，而且呢，他用这个色调这个色调是感觉是比较温暖的，对不对？是，这个色调就是让我们整个永光教会呢，你在教会充满温暖，你在家里面也要成为温暖的人，你的福音就传进他的里面了，阿们。感谢主。所以呢，要记得我们今天第一主日的宣告，2025怎么样？全家台湾属耶稣，阿们。所以呢我们年底要来数算这些空位置了都要坐满人，并且其中有你的家人，阿们。感谢主。好，那这个时候呢我们来看一下。好，上个礼拜的跨年之夜，这是有影片吗？好，我们总共有83位参加然后有17位的 best 在这其中我们当天的一个祷告真的是带了一个极大的从神来的权柄跟能力，就是为2025年为弟兄姐妹做得胜的宣告，阿们吗？所以你要记得，你蒙福的时候都是因为背后有人在为你祷告。感谢主。好，再来。好，那我们的导读，我们的读经升级呢，我们都有拿到这一份，对不对？好，然后呢我们记得要把它记录起来好，我们的那个抄写经文那在我们的导读经文里边呢我们现在为了要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对于马可福音这个经卷的能够熟悉，所以你有收到组长传给你的马可福音书的那个影音的举手。组长有传的，因为我都有传给组长，所以还是有很多组员没有收到。那可见我们的组长没有把牧师要传递下来的确实的传给组员。那这样的话在源头水源从上面下来，结果呢在组长如果没有传下去的话就堵塞了。好，所以呢我们牧师呢设计了一个很棒的读经的计划，然后帮助我们有兴趣有乐趣的来读这个圣经。所以我们会有那个影音，而那个影音呢是非常的容易听，并且它浅显的介绍了我们的圣经，所以非常的棒。请我们的组长，你确实要把这个影音呢按着牧师所给的能够传给我们的组员。好，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牧养的规划。好，那我们呢也抄写经文，在年底的时候我们就会把它装订成本。那我们呢看到现在都有许多的弟兄姐妹已经把2024年的
抄写经文呢，已经都交过来了哈。是，所以我们就看到在这个经文里边呢，好在这个今年的读经系列，我们看到我们的周报，打开我们的周报来。好，我们的周报呢，现在在第1页，我们里面的篇幅有稍微做修改设计哈。好，我们来看一下本周的导读读经的经文是今天是几号？1月，今天6号吗？你们骗我，5号才对吧？礼拜天对不对？好，礼拜天的在马可福音书来我们的经文我们来导读来看看，来请大家请你的信平平安安地回去吧，你的灾病痊愈了。马可福音5章34节，来，你的信救了你，平平安安地回去吧，你的灾病痊愈了。马可福音5章34节，你的信救了你，平平安安地回去吧，你的灾病痊愈了。马可福音5章34节。好，当我宣告的时候，好，牧师来宣告，我宣告耶稣的信，我的信救了我，耶稣救了我，并且耶稣让我平平安安，我身上的灾病都痊愈了。阿们。这个经文为什么会提到这个经文？因为耶稣医治了谁？患血漏的，所以呢才会有这句经文。因为呢有一个妇人12年月经都没有停过，12年来月经没有一天停过，而她听到耶稣要来到她的乡镇，所以呢她就偷偷摸摸的，然后呢去摸了耶稣的衣角，还不是很大拉拉的跑到耶稣面前，耶稣你医治我，没有，他非常不好意思的，偷偷的，人群夹杂在其中，他偷偷的就摸了耶稣的衣角，摸到之后就赶快跑。结果呢，他发现他的经血停住了，哇，他才看，哇，这到底是什么样的能力啊？然而耶稣呢，他说他感受，耶稣他感受到他里面的能力也出去了。耶稣就说：“谁摸了我？”没有人告诉耶稣。耶稣的门徒说：“耶稣啊，这么多人都挤着你，你怎么说谁摸你呢？大家都碰到你了。”他们以为耶稣呢误会了，但是耶稣说：“有能力从我身上跑出去。”这个妇人听到了之后，他知道耶稣指的就是他有一点不好意思，怎么样在众人面前来跟耶稣说的？可是他心里面带着一个，这一位就是神，所以他来到耶稣的身旁，然后呢，非常的不好意思的跟耶稣说：“就是我。”耶稣就跟他说：“你的信救了你，你平平安安的回去吧，你的灾病痊愈了。”阿们吗？弟兄姐妹，你需要你的灾病离开痊愈的，请举手。牧师也举手。哈利路亚，请放下。是，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读圣经，因为这妇人的神迹也要发生在你的身上，在你的家庭。所以我们今年读圣经，就是要把我们带入复兴兴盛当中。阿们。好，所以这是今天的，你的信救了你，然后呢，你平平安安地回去吧，你的灾病痊愈了。马可福音5章34节，阿们。好，所以呢，我们按着这样子，然后让我们属灵的生命，今年呢，你的属灵树呢更成长哈。好，我们看看下一个。好，那我们的2024年，你如果写完的赶快把你的抄写经文交给我们的慧华干事，我们要来预备来装订成本了。好，接着，好，新年度呢，我们有新的周报看到了，然后呢，我们的奉献柜也有调整我们的奉献袋也有更新，所以呢，大家能够来 check 一下。那我们有参与在奉献里边的，都可以来申请这个奉献柜哈。好，再来我们青少年跟儿童的信仰奖励金呢，我们看他们在
听讲道的时候，他们很专注，然后在做笔记抄写然后青少年跟儿童牧区呢都开始申请这个奖励金，所以我们注意这个时间。再来，2月有受洗，是2月9号哦，2月9号是第2个礼拜，对不对？第2个礼拜是，所以呢，我们把握这样的一个很棒的机会，邀请我们的组员还有未受洗的弟兄姐妹，你都可以来受洗，成为神国的儿女。好，再来。好，今天有召开长执会，我们的小组长要列席。特别呢在今天小组长呢，我们要回报在2024年你小组的状况来分享然后呢也看一下我们整个年度我们的小组的成长的一些数据好，关怀3部呢今天也有会议。好，接着下个礼拜呢有主日服事人员的训练呢，我们看这些的名单。好，另外财务的训练会也是在下个礼拜那这些都要训练了，我们才能够清楚好，另外呢我们的圣经营呢是在1月18号，那是早上的9点半到下午4点。我们的报名费是200元，因为我们预备便当还有点心所以呢我们铁三角同工你一定要报名哦，因为这是我们在现场牧养，所以呢我们必须要有在职的训练。我们除了培育学校毕业之后，我们也需要持续的不断在职训练。像老师的教育人员要不要在职训练？要。我们在灵性上，你当了小组长铁三角，你就像是老师一样，你也要在职训练。所以让我们对圣经更明白，你才能够对我们的组员做一个正确的教导。每一个弟兄姐妹，铁三角一定要参加，组员呢？组员你也可以参加。牧师鼓励所有的弟兄姐妹都来报名参加，这是很难得安排的好，接着，好，那我们马可福音呢有这一本书，就是董俊呢，就是我们的讲师他自己所写的。好，那给我们的售价呢是300元，你在外面书局要买400多那他来到我们现场，然后我们还有签书，还有签书会好，再来。好，另外呢，要不要让我们的教会干净一些？你觉得永光教会干净的，请举手。好，请放下。是的，我们的教会真的非常的明亮干净，这是因为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爱教会的一个呈现。那进入到年终了，对不对？旧年的年终，所以呢，1月11号之前，把你的鞋子，把你的任何的东西从柜子里面带回家，好不好？我们的柜子全部都要清空。我知道上面有放好多的你自己的拖鞋。那现在呢，牧师呢要请我们先拿回去，然后我们要重新清理之后，然后我们1月12号，所以呢我们自己看一下你自己要清理的时间。所以小组呢跟牧区呢，大家约好这个时间一起来清理教会。这是神的圣殿，是我们的教会，所以我们一起来爱我们的教会。好，那你不要在那个时间说我有事情我怎么样，你把它拨开，然后呢跟我们的组员一起来清扫教会这是我们的福分。好，那另外呢有一个人事异动的部分是我们的怡姐。那怡姐呢，她过去几年来都是我们的兼职的事工干事，因为她本身有自己的公司的工作但是呢他用多余的时间来协助教会的这边，所以他是兼职的事工干事。他特别是我们的直播，他在负责这一块那因为他公司的规划的部分，所以他任职到去年的年底最后一天那我们很谢谢怡姐。那她现在呢一样也都会持续的在这个直播，还有在其他的事工持续的在参与在服事上好，这个人事的部分也让我们了解。另外青少年牧区有考生祷告会，一定要把握。我们去年的考生祷告会之后，我们很多青少年都考上很棒的学校好，还有召开同工会议，我们也了解再来。好，那今天呢我们的亲子的礼拜呢，我们让我们的家长呢，他们呢亲自来为我们的儿女们呢来诉说福音。这个是过去呢，我们都是透过老师或透过牧师来分享福音。那现在我们的亲子呢，牧师期待是我们的家长亲自第一手的来传递给他的儿女。所以今天呢，
他们就用了这一本，亲口对孩子诉说这基督福音，并且宣告我们家就是信靠耶和华的家，所以一家之主就是耶稣基督。那另外呢，在今年的家长园地呢，我们特别为这一些还在养育小孩的家长们，在家长园地里边有12个月的月主题，都非常的精彩，帮助我们的家长如何养育出一个兴盛的孩子。所以，如果你的媳妇，然后呢，你的女儿没有来到家长园地，我们都欢迎她来。每一个礼拜天的9点20分，小朋友呢在玩苏醒游戏，爸爸妈妈们呢就在家长园地一起探讨怎么样透过神的方式来养育我们的小孩。所以我们的亲子礼拜也欢迎我们的弟兄姐妹的儿女都来参加。好，再来，好，我们呢教会呢在1月14号中会。什么是中会呢？就是我们是永光教会，然后还有其他的教会，对不对？那我们属于台北地区台北中会，我们的长老教会有98间的教会，98间的教会呢，牧师呢每一年都会有开中会会议，所以呢，这一年1月14号，地点是定在我们永光教会，将近有200位要在这里开会。所以呢，我们的长子同工都要出来服侍，那他们公司都请假来出来服侍这些的牧师长老，他们从各地来，所以呢，我们也为这事来祷告哈。好，再来下一个，我们为这些的在健康上需要我们代祷的是诗音的妈妈慧珠姐妹，还有敏慧的爸爸金耀弟兄，另外是小婷的父亲习清弟兄哈。我们在祷告当中呢，来纪念他们。好，再来，好，我们来介绍我们的新朋友，非常的欢迎他们。好，我们的玉琪，然后玉琪在哪里？好，玉琪哈 ，OK， 好，在楼上哈。好，再来我们的琼瑶的先生赵飞弟兄，赵飞有没有在这里？好，哇！赵飞哈，非常的欢迎你，哇！你有一个很棒的老婆琼瑶，神要祝福你们。赵飞，你要每个礼拜都来哦，哈，你会领受到更大的恩典。2025，赵飞蒙福，阿们，阿们。2025，赵飞要信主，哈利路亚。恩典全然的在你的身上，而且你会得到健康，阿们。我们热烈的欢迎赵飞。好，那也跟着我们的迎宾同工呢，有礼物要来送给我们。好，那接下来我们一同起立，我们彼此来祝福。欢乐的来，你有个好心情，平安喜乐在心里，让我们来祝福你，每一天有盼望，有能力。给旁边的人大大的爱你，爱你，让大爱围绕你，喜乐充满你，烦恼都忘记，每天好心情。好，等一下哦，现在呢，等一下我们有一个大大的爱，对不对？你去找你的组员。找你的组员，看他坐在哪里，好不好？然后你就去在他的面前，给他一个大大的爱。好，来，耶稣爱你，耶稣爱你，爱你，让大爱围绕你，喜乐充满你，烦恼都忘记，每天好心情。再一次机会哦，耶稣爱你，爱你，你确定他看到你给他的爱？来为我们祝福的祷告。愿在2025，圣灵的能力护庇你们，
上帝的爱包围你们，耶稣基督的救赎属于你的家，从今直到永永远远。阿们。新年快乐！新年快乐！下个礼拜见，大家请坐。好，我们可以到交易厅那里那个进店贴哈，进。